哥，真是没有想到能有机会和你一起欣赏这么美的景色。冰云，再美的湖光山色，也没有你让我心动。兵哥，冰云。廖老师，灶台怎么搭呀？尼玛，就为了这么愚蠢的问题，你们居然把我吵醒了！我在梦里都快亲到冰云了呢。老师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你要搭灶台是吧？啊，走。不，你这样是不行的。哎，不是这块石头，哎，那块才对嘛。啊，这块，哇。哇，都放上来就可以了。啊，看到没有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凭什么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，我让你给我带个锅，你他妈给我带个电饭锅，我他妈插你屁眼里啊！你放开我，我给他长长脑子。对待同学干嘛火气那么大？你放开我，放开！不就是个锅吗？你自己干嘛不带啊？哎，刘忠，你跟夏伟道歉。对不起，错了。那这就对了嘛，同学之间要和睦相处。来，老师看看锅。这样不就可以了吗？拿去用吧。哎呀，饿了。哎呀，贝小丹同学啊，你行不行啊？你看都已经烤糊了。哎，来，老师替你吃吧，省得浪费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坐一会儿。哎，哎呀，咸了。哎呀，慕容同学啊，鱼不是这么烤的，会焦的。烤鱼火候很重要，来，老师给你示范示范。廖老师，你要吃你就直接说嘛。我是想检验一下你的手艺如何。不过你慢点吃啊，想噎着你啊。完了，噎着了。来，喝口水，大口喝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好点啊？啊，卡住了！爸爸。啊？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去上厕所。看什么啊？哎，来，同学们，大家都不要搞小集体了，来，一起把东西拿过来聚一聚嘛！来。哎，虎哥，咱这特制的汤差不多好了。你端一碗过去啊？啊，这
这样，四眼，你先把这个汤端过去，再换个碗下药。那好吧。今天老师真的是很开心啊，能和大家一块儿分享美食，享受生活，真是太好了。廖老师，廖老师，我们刚做了一锅汤，然后那个给你盛了一碗啊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没事没事，我再盛一碗。胡操！你给我滚远一点！要不要我也给你盛一碗呀？慕容，我给老师盛一碗汤，这有什么错啊？对呀，慕容同学，胡策做错了什么事吗？啊，好吧，胡策，你在盛汤之前呢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妈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四眼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刚才跟叶玉虎在那鬼鬼祟祟的商量什么呢？给廖老师下泻药是吧？哼，老师告诉你，你们玩你们的，我可不想跟他一起拉肚子。哎，慕容同学，胡策呢？他回叶玉虎那吃东西去了。啊，是吗？来，刚好一起喝一杯。来。今天夜色这么好，不如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怎么样啊？廖老师，你快讲吧，你快讲吧。啊，讲个什么故事呢？不如给大家讲个鬼故事怎么样？好。鬼故事啊，大晚上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听着就行了。啊，这是一个10几年前的故事，那个时候还小。距离这里有10几公里的地方，有个叫做春山镇的地方，有一个学校。那里有一个女生寝室，住着大概有7个女生，一直都相安无事。突然有一阵呢，睡在下铺的女生开始失眠了。这个女生的名字叫做陆平。那一夜出奇的安静，静得让陆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。她辗转反侧，怎么都睡不着，于是开始想自己的学习，想自己的家人，还有包括她自己的男朋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怎么了？有鬼？没有啊，你是不是太累了？那天相安无事度过。可是到了往后的几天呢，这个像石膏面的脏东西就缠上了陆平，而且每天都出现，每天都出现。那这样呢，整个寝室的女孩子就睡不好觉，成绩也就自然下滑了。这件事情就惊动了班主任。后来呢，学校就知道了。学校认为陆平的成绩下滑是因为他找出这样的理由，编了一个故事。学校就派他的班主任找了几个男生呢，去守在陆平的寝室门口。当天晚上2、3点左右，果然，陆平又再次惨叫起来。警察就派来了人打捞，果然发现了一座男尸。原来，这个学校之前失踪了一个男生，就是掉在了湖里淹死。也就这种程度啊，不是很可怕吗？哇，那你想不想知道这个男孩子淹死在哪里啊？哪儿？就是这里呀。喝水，喝水。
小柯，这件事很简单，你到底干不干？这么长时间了，好歹给个话吧，啊？不要，这事儿太大了，你总得让我考虑考虑吧。小柯啊，副院长，话呢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现在的局势和情况，你自己看得也很明白。廖学兵把飞车党交给了小白，可是他们那叶小白就是一滩烂泥，根本扶不上墙。你大哥阿南虽然有能力，但一直得不到赏识啊。自己上不去就算了，还拉着你一起倒霉。副院哥，其实兵哥和白哥对我们都不错，这事儿还得怪我自己。怨你？要怪就要怪廖学兵，要怪就要怪叶小白。要不是他们两个，现在你大哥应该是飞车党的老大。阿南要是当老大，肯定不像廖学兵那么死板。小柯，你想想，咱们两家要是联手，这一年得赚多少钱？副院哥，可是南哥他是不会碰赌的。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。啊，对，你欠的我那一笔赌资呢，我也可以一笔勾销。不然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这儿干嘛呀？你没带帐篷吗？啊！你看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来看看月亮。月亮？哪有月亮啊？哎，魏小丹同学，这么晚了你不睡觉，你出来干什么？我上厕所。啊，尿尿啊？哎，廖老师，你还没睡啊？安春春同学，你不睡觉你要干什么去啊？魏小丹出去上厕所了，一直都没回来，我得去找找他。一直都没回来啊？啊？怎么了？哦，钟柏，你在这里看好大家，别让大家走散。安春春同学，把电筒给我，我去找魏小丹。小丹，魏小丹。魏小丹，你在哪儿啊？魏小丹，梁老师，在哪儿啊？梁老师，我在这儿。梁老师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上厕所不小心摔着了。啊，你别着急，你别哭，我带你回去。你还站得起来吗？哎，算了，我背你吧。走，这边。走吧。这什么情况？安老师回来了没？啊，手电有吗？我没有。
岳一虎，你干嘛去？你们好好待着吧。廖老师，我之前不是故意要整你，我只是想引起你的注意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廖老师，谢谢你。哦，喂，你要真想谢我，你回头减减肥啊，你太重了。回来了，小丹。来，哥们。小丹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这怎么了？没事吧，老师？啊，没事，那个没有你们事了，你们散会吧。